中文如果跛腳過好大鑊入唔到大學啦。而文政我覺得佢最精華所在就係佢好直接好直白咁樣針住個題目，教你點樣用考試策略去攻每一條題目，去點樣寫個答案去，從而每一條都有攞到分咯。大家好啦，我係 Hannes 啦，嚟自於東華三院吳長村紀念中學啦，係由中5升中6開始補文政嘅。學校本身 pre 我 level 2啦，最後攞咗 level 4，而更加喺閱讀卷方面，本身學校係 pre level 1啦，最後升咗去 level 4，足足3個 grade 嘅。本身係唔係好知道究竟要點樣答啲長題目，有時候係4分啦，根本係唔知從何入手啦。有時候答完一大堆字都係攞0分，甚至老師淨係話係唔啱個方向。因為當時係中5考期啦，就出咗 predict level 啦。咁本身咧作文有 level 4啦，而閱讀理解卷嗰度就好不幸攞咗 level 1。咁本身以為冇事啦，點知拉完出嚟就 total level 2，就知道哎呀跛咗腳。補咗2個月之後，我好明顯知道開始清楚理解到究竟中文閱讀理解卷係點樣去做，尤其是佢會教我點樣做 MC 啦，究竟點樣去排除邊啲答案啦，同埋喺長答方面有一個策略式就係 A 加 B 啦，咁就教我點樣去答題。咁好明顯喺答題方面我係有確實嘅方向啦，同埋我知道咁樣答係有分咯，而唔係之前盲目咁樣寫一堆字入去咯。我覺得無論係底子比較弱，好似我本身閱讀理解比較差啦，或者想拔尖嘅話，我覺得都可以補到文政。